大家好，我係 Roger， 今日同大家探討下跑數呢個話題啦。咁話晒而家咧，即係距離年尾咧就剩翻10個星期嘅啫。咁當然有兩批朋友啦，第一批恭喜你嘅，即係而家咧已經係達成咗 MDRT 或者有甚至你個團隊業績嘅，咁啊好安心啦，即係做緊下年嘅規劃。咁但係當然亦都有為數不少嘅朋友咧，即係而家咧就係這麼近那麼遠，即係我想追 MDRT，咁但係爭緊10萬、20萬嘅距離，咁咧就有陣時個心好想，咁但係亦都充滿住一啲咧懷疑啊，或者一啲嘅疑慮啊，即係究竟咧我最後做唔做到咧咁嘅樣。咁有陣時咧有激情係好嘅，即係我有個追求。咁但係咧，如果淨係激情泛濫，但係行動力追唔到咧，有陣時更加危險嘅。即係咧一個人出現身心唔協調啊嘛，即係我心就好想，咁但係咧我每一日咧就冇個行動去支持同推動嘅話咧，咁隨住每一日嘅過去咧，增加嘅咧就唔係業績，而係個壓力啊嘛。咁搞下咧，分分鐘個人咧就會放棄啦，而最後做唔到呢，有啲屈屈不得志添。爆數嘅關鍵咧，唔係喺啲激情同埋口號嘅，真正去決定你成敗嘅咧，係你有冇個策略啊，有冇個執行力啊，專注穩定咧緊要啲。而做生意咧，從來係 working on number 咯。所以如果你真係想追求一個目標嘅話咧，我今日想同你去 cross check 下幾個重要嘅數字。嗱，第一個數字通常都有嘅，就話你個目標清唔清楚先，即係話知道你喺10個星期，你 to be precise， 你實際個 FIC 單數嘅目標係幾多，而係去做到 MDRT 嘅水平咧，咁呢個一般朋友都有噶啦。第二個 number 咧就緊要啲啦，就係你究竟你有幾多個 business day， 你有幾多個做生意嘅時間，你真係要去盤點一下噶。喺跟住落嚟，你由10月中到12月尾，第一你係咪揼足咁多個禮拜咧？你中間自己有冇 trip 要去啊、堂要上啊，或者其他嘅嘢咧？而扣除咗呢啲嘅時間之後，你真係剩翻嘅有幾多個日子喺度呢？而跟住見機嘅日子，你10月你有幾多個時間做幾多？11、12月嘅進度係幾多呢？而當中有冇要預埋啲時間？如果係做一啲 H&P 嘅產品嚇，咁你又要有 underwriting 嘅，咁所以你要計埋條數，就話你殺到落去12月邊個禮拜呢？對時間嘅觸覺呢係非常之重要嘅。OK， 因為呢個係你嘅載體呢，係就係你個空間去打呢個業績啊嘛。好啦，當你計完嘅時間之後，就第3個 number 就話你究竟係賣幾多嘅 product 啊？你個 case number， 但 case number 後邊咧就有啲因素啦。case number 背後嘅意思就話你究竟指向緊一個咩嘅 market， 你有個咩嘅 sales idea，therefore 你賣一啲咩嘅產品而穩定地一般嘅單頭啦嚇單量咧有幾大啦？咁呢個就係一個背後績效管理嘅原理啊嘛。有陣時我見到有啲朋友啊，真係好做好多個諮詢嘅或者培訓上面咧，即係好多朋友其實佢原來對呢樣嘢觸覺唔係好高嘅，即係你問佢係究竟你做開咩生意㗎？香港乜都有㗎，乜都做啲㗎，大大小小都有㗎。咁即係代表住咩咧？自己係本身係冇一個市場定位去做推廣嘅，係被動地咧俾個市場撞緊你咯。即係9期依期撞到呢個客嘅就做呢啲，嗰期係做嗰啲。原來自己冇一個推廣嘅能力咧，就有啲危險嘅。但係其實如果重塑翻自己12個月、18個月嘅數據咧，你會發現咧，可能係嘅，我有10% 咧係一啲大啲嘅單，譬如係一啲傳承嘅信託啊、融資嘅單啦。咁但係咧，其實佢嘅單佢嘅基數咧唔係好多嘅啫。咁自己最主流 major distribution 最多嘅單，個 case size 可能係一啲退休籌劃啊、投資增值啊，或者你危疾嘅，咁佢本身咧就有一個單價喺度啦。但係更加震撼嘅咧，好多時原來發覺原來佢60%嘅時間咧就做緊一大堆走出去下欄嘢嘅啫，即係佢啲咁戶口整合啊、一啲嘅住院啊等等嘅嘢咧，係耗損咗你好多嘅時間嘅。於是咧，整體嘅純利效益係好低，而自己咧係不自覺嘅。所以第一件事要檢視一下，究竟你自己你嘅市場定位係啲乜嘢嘢？咁最後10個星期你已經行咗咁耐咧。你嗰個 market 咧，除非有啲咩特別嘅前邊嘅部署啦嚇，或者天降異象嘅啫，本身你個 market base 唔會點變噶啦。如果你已經係做咗超過半年或以上嘅，其實你個 selling skill 啊，所謂嗰啲 closing ratio 咧，其實亦都係穩定嘅。喺最後嘅10個星期，呢兩樣嘢係唔會有太大爆破嘅。真正決定你成敗有冇個變化個 variable 咧，好多時就喺10個星期入邊，究竟你自己呢啲活動規劃嘅節奏啊，嗰個流量啊啱唔啱啊？呢個叫選擇比努力更重要。所以跟住你要掌一個 number， 反而係咩咧？就話我自己喺跟住落嚟呢10個星期，我有個目標啦，聚焦於去開拓一個乜嘢嘅市場，我輸出一個咩嘅觀念，我帶出一個咩嘅產品，平均嘅單價幾多，而我知道我做幾多個推廣，跟住帶來幾多個 case open，跟住帶來幾多個營銷量咧，咁我自己心中又有呢條數啊，而咧係睇住個時間嚟打。通常而家就10月、11月咁計啦，呢段時間你要做幾多個業績嘅話咧，你就要確保自己喺個市場上去做翻足夠嘅活動量啦。咁當然啦，你自己用緊啲乜嘢嘅宣傳推廣媒介，即係線上線下個人 referral 聚會等等嘅嘢嘅，你本事 OK， 呢個係你真正嘅考驗嚟嘅。但係其實比起要點樣做一樣嘢咧，你要做啲乜嘢嘢就更加重要啦。即係你千祈唔好盲衝咯，同埋你要有一個穩定嘅輸出。
與其你話喺度物色客戶咧，不如你就做好你自己嘅市場推廣。譬如有陣時我聽到啲朋友講，係我而家手上冇 case 啊，唔知邊度揾客。其實你唔知邊度揾係正常嘅，你係真正係咩咧？你要做好你自己嘅全方位推廣，把握每一個機會咧。如果你仲係停留喺度，我揾緊邊一個會買嘅，邊個係 ready buyer， 邊個係熟嘅話咧，多數就唔得嘅。真正要做嘅嘢就係你全方位方方面面去令到所有人都知道你自己有個咁嘅 idea。當然嗰個 idea 要 sell 得啦，即係滿足緊個市場需要，你嗰個產品嘅設計係好嘅，有一個賣點嘅，而係對應到一個目標族群嘅需求嘅，令到你自己本身嘅 network 至到你喺個公開市場或者推介市場都推得起嘅話咧，咁你嘅勝算咪比較大咯。你分清楚輕重緩急，你早期啲嘅就去報一啲咧比較大額高端嘅市場，跟住你中間要保持一個穩定嘅流量，去做到足夠嘅絲數嘅單啦。OK， 再其他嘅時間你做嗰啲佢啲活整係冇所謂嘅，但係有個 cross sell up sell 再加 refer 能力，去將你10個星期嘅營銷效益最大化，增加個密度，增加個穩定性咧，呢個就係你真正跑數嘅關鍵。其實識 sell 單唔抵識跑數嘅，即係好低層次嘅人永遠就以為係我有啲咩技術技巧，跟住一擊即中，呢啲咧係膚淺無知加自大。你真正要掌握嘅係個流量、你嘅定位、你個比率、你嘅時間管理。如果你做得呢樣嘢好嘅話咧，就真係差好遠。你個 ratio 喺2:1至3:1之間好叻㗎啦，真正嘅關鍵反而就係你有冇一個穩定嘅流量計準去達成嗰個結果咧，呢個先係做生意咧真正嗰個本事。OK， 咁如果你做到呢樣嘢嘅話咧，會發現你有一個更好嘅發揮，而最後咧你係之前先至覺得自己嘥咗啲時間咧都未頂嘅。10星期10萬20萬這麼近那麼遠嘅，即係你到同唔到咧就一線之差。就算你有啲咁嘅策略，係咪一定包生仔啊？冇人知，但係你自己咧要靈魂拷問一件事，人哋話晒一啲方法或者出面有啲機遇啦，你自己係咪真係立高三就真係願意落去砌落去搏咧？有陣時有好多朋友佢最後咩個心就想啊，但係你唔係你想唔想嘅，其實睇你想唔想，你願唔願意去付出啲嘢，你有冇做一啲你以前冇做過嘅嘢，你願唔願意去制約你自己，或者你面對或者承擔一啲壓力咧？呢個先至係個課題係嘛？即係對於每一個人嚟講，你自己嘅心痕唔痕呢個緊要啦。第二個嘅你都要超度你自己嘅，年尾做唔到咁嘅樣，屈得自己好唔開心。但係其實都要靈魂拷問自己嘅，你盡過力未啊？盡力嘅意思唔係就咁死爬爛做盲衝嗰啲叫盡力，係要用腦㗎。你要有積極咁樣去思考過，究竟你點樣做好呢件事？你要做好多嘅思考、部署、推廣、踏出去做呢件事。但係如果你真係認真做過，而你最後唔得嘅話，冇所謂㗎。咁你咪搏盡無悔咯。你個人你會自己舒服啊嘛。嗱，出邊咧可以俾好多一啲嘅系統啊、配套啊、技巧啊、方法啊、產品嚟嘅，即係好似今年咁，我哋同緊咁多個公司、咁多個團隊都係做緊呢啲嘢啦，係咪？聲嘶力竭咁樣去全力去支持大家。咁但係對到每一個個體，你最後做唔做到嘅話咧，就要睇翻嗰個人你自己嘅意志啊，你自己嘅層次啊，你自己嘅經驗啊、實力啊，你自己係咪真係有個學習心啊、上進心啊？呢樣嘢就唔係人哋所能強求嘅。所以各位最後做唔做到咧，你就要好好咁樣去照顧你自己啦，唔好太過在意自己嘅喺剎那之間嘅成敗得失。你要在意嘅就係你自己係咪真係有好好咁去思考，去令到你有一個最大嘅發揮，而全力去向呢個目標去努力過。如果你努力過，就算你最後 hit 唔到呢個 target 唔使死㗎，但係你一定會學到好多嘢，亦都累積到好多嘢，而為你下年去呢個 MDRT 做鋪路㗎。當然今年做到嘅固然更加好啦，係咪？咁呢個咧先就係一個做生意應有嘅精神。經歷咗好多案例，我聽到好多朋友咧都有一啲類近嘅心態或者呢個策略上嘅問題啦。咁希望我呢個分享咧能夠幫助一班朋友。如果你而家依刻咧你真係仲爭啲嘅 ，OK， 但係你個心咧都真係想上嘅話咧，希望今日短短呢10分鐘嘅分享，俾到你少少嘅一啲嘅睇法同埋整合。咁但係就靠你自己啦，好好咁樣去做好你嘅時間規劃、市場開拓、定位、論述，去全力去拼搏。而最後咧，可能因為呢10分鐘就最後帶來呢10萬、20萬嘅成績啦。咁我哋都會為你感到欣慰嘅。咁如果你有啲朋友你係 leader 嚟嘅，咁你有啲同事而家都喺度追緊，而你發覺佢哋有啲壓力焦慮嘅話咧，咁希望你都可以整合一下啲信息，同佢一啲嘅交流分享，咁幫助佢咧喺10星期有個最大嘅發揮。而咧，如果真係做到嘅咧，大家都好有欣慰啦，係咪？希望將來嘅時間咧，能夠同大家有更加多埋身嘅機會咧，就住真係做生意，心法上、策略上、技術上、系統上咧，有更加完整嘅分享同埋交流啦，去成就更加多 MDRT 嘅出現。好，大家繼續努力啦，希望咧大家能夠成就你 MDRT 嘅目標啦。之後再見，拜拜。